今日嚟睇一套二手樓，可以令到你可以直接慳咗80萬，仲要係現樓即交付，你所見到嘅嘢都係送埋俾你嘅。呢個單位就係佳景康城嘅3期，喺一個中層嘅位置。其實呢個單位係望花園嘅，118個平方，4房2廳2衛雙陽台，佢仲可以做到咧就係一個對流嘅位置，因為佢呢個位置咧其實係有一個陽台喺度嘅，可以做一個生活露台啦。晾衣服都係非常之適合，同埋個採光非常之好，因為而家下午大概5點鐘左右嘅時間，其實我哋唔開燈都係非常之光亮嘅。佢唯一缺點就係、我先講缺點啦，缺點就係個廚房咧其實係會細咗少少嘅，因為一個118個平方嘅戶型，廚房的確係細咗啲。咁然之後到個廳啦，呢個廳咧個闊度咧大概係4.4米嘅一個嘅開間飯廳，標備咗個6人台，都係送晒俾你噶啦。雖然係二手樓，但係咧佢係全新翻新過嘅。咁你見到嘅嘢，除咗啲小擺件佢攞走之外咧，其他全部都係贈送俾你嘅。咁入到嚟房間呢個位置啦，呢個係其中一間房嚟噶啦，都好大，同埋衣櫃咧全部係定製，送埋俾你噶啦已經。再到呢一間最細嘅一間嘅兒童房咧，其實都有標配埋一個訂製嘅衣櫃，佢就係冇床，嘅啫。咁然之後再到嚟呢間房啦，呢兩間房。呢間房咧同樣標配訂製嘅衣櫃，咁佢都係望成個內園景啦，同埋佢而家其實下面有人喺度玩緊嘅，但係佢一啲都唔會嘈咯，一啲都唔會嘈。咁佢唔好睇嘅仲有個缺點就係個廁所，因為上一手買嘅做咗個呢個廁所係唔好，但係咧改係好簡單嘅成個廁所。咁再到主人房呢個位置啊，主人房咧佢個廁所係冇問題嘅，因為個空間係非常之大個空間，仲要係全部都全新㗎嚇。然之後床呢方面啦，1.8米嘅床標配呢一邊，如果再改下個空間係可以做多一個衣帽間之類嘅都可以冇問題啦。呢個單位3期而家一手嘅賣緊2字頭，呢個單位17000頭單價就有得考慮啦。呢個單位佳景康城3期118平方，如果以禮拜4期嘅咁仲16000嘅，呢個單位14000幾就可以擁有啦。況且現樓你即買即交收俾你噶啦。雖然話二手樓，但係咧係一手嘅流程，你按照一手咁樣嘅購買就冇問題噶啦。咁最緊要係望內園，價錢平。呢個單位如果有興趣嘅喺評論區下面留言，或者係隨時 WhatsApp我會即刻覆你噶啦。